真侪人拢知影阿兰区有2大妈祖庙，不过这间位伫四五堡渔港边的妈祖庙餐厅，则趣味运用谐音，吸引大家好奇的眼光。8年前，这手经营的头家，无将铁皮厝特别装潢，伊在意的是清气，用开放式的厨房，卫生看得到。重点是渔港的优势，每一天将本土上青的海产渔货伫这进餐厅，现点现捞啊，现抬现处理，加上介绍实在，互这人客好康到小报，连外国人拢来交关。We live in Ohio. First trip to Taiwan. The food has been excellent. Very good. 所以第一次来，就带他们来体验一下比较特别的台湾海鲜料理，这样。是因为这边也比较靠近渔港，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现捞的，就进来就马上煮熟，所以对我们来讲比较在地的口味。我们这边离海港很近，那我们这边本身就是台南市的产销科班，那我们这边的鹅啊，跟东石可以媲美。我们吃的就是实在，不是在这吃所谓的装潢，所以说，希望这些饕客，有希望尝鲜的，可以到妈祖庙来一趟。来遮用餐，除了招牌一马海产糜顶满满海味，有过年当大出的蚵仔，做成手工蚵仔面线顶古早味，以及早期珍贵的补品鸡仔猪肚皮顶手路菜，加上头家佮像朋友同款的招待，迄款人情味，互人一食成主顾。当然，提醒要食好料，一定要提早预定。东西新鲜，越简单做，它就非常美味。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秋肉菜，那这些秋肉菜可能在部分我们的菜单看不到，但是季节性的时候，我会强力推出在我们的网站，我们都会公告，那欢迎预约预订。为了行销阿南区，区长魏文贵嘛专工来推荐海产餐厅之味，同时一并小解附近的景点，邀请大家过年期间拢来行村安南就这样玩。嘛是用咱在地食材所制造出来、所做出来的一道道佳肴、一道道美食，真的令人垂涎欲滴。那再配上呢，咱安尼这个view看出去，就是四五堡渔港。那整个用餐的心情，再搭配相关的周围环境，会使讲让人心旷神怡，能够非常轻松的品尝美食。在咱妈祖庙餐厅的附近，有咱的鹿耳门天后宫，然后还有我们的正门宫府城天显，就在鹿耳门西口。那也是郑成功每年办理郑成功都登陆的活动的地方哈。那市草大众庙旁边就是闻名整个国际的我们的市草绿色隧道，这个都可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在春节期间呢能够来到安南区来体验我们好玩好吃。伫餐厅内看出去渔港的景色，亲像天然的100度，每一天拢无同款，嘛是用餐意外享受。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